本案以現代灰為核心設計定位，透過統一嘅灰色調同埋精緻嘅材質選擇，營造出低調而且唔失格調嘅居住環境。設計師喺空間佈局上採取功能分區加視覺延伸嘅策略，喺提升居住舒適度嘅同時，強化空間嘅層次感同埋流動性。灰色主調嘅心理效應，灰色作為中性而且具現代感嘅色系，可以降低視覺雜亂，提升空間嘅寧靜感。根據環境心理學研究，淡灰色有助於降低居住者嘅壓力指數，適合作為長時間居住嘅基礎顏色。全屋採用尺寸為600×600嘅正方形磚，正方磚唔單止可以提升地面嘅視覺延伸感，實際案例入邊，客廳同走廊嘅正方磚喺光線投射下形成均勻嘅光影格局，避免咗傳統長條形磚可能產生嘅視覺斷層。組合櫃採用同色系，嵌入透明玻璃色格，玻璃格嘅加入打破咗純平面牆面嘅沉悶，令電視區域喺視覺上更具開放感，同時可以擺放書籍或者小型綠植，增添生活情趣。獅子櫃以灰色為主，左邊設置玻璃色格，玻璃色格可作為展示區，擺放小型擺設或者季節性裝飾，提升空間嘅層次感。右邊內嵌穿鞋凳就兼具收納同作案功能，解決入門口除鞋嘅動線需求，提升生活便利度。書台面採用同衣櫃相同嘅木色同灰色，保持視覺統一。屋主可以喺書台區完成工作或者閱讀，完成後直接回到衣櫃更換衣物。動線僅需一步之遙，提升生活效率。喺衣櫃右側設置玻璃書櫃，作為展示同埋收納兼具嘅功能。屋主將收藏嘅設計書同埋漫畫書都陳列喺呢一度。玻璃材質令光線自然穿透，形成柔和嘅展示效果。櫥櫃吊櫃以灰色為主，下櫃就採用木色，形成灰作木嘅視覺對比。灰色提供內污同埋易清潔嘅特性，木紋就帶嚟溫暖嘅自然氛圍。實際使用入邊，戶主反映烹飪嗰陣時，油煙唔易黐落櫃面，而且木紋嘅視覺舒緩，減少了長時間烹飪嘅疲勞感。以高級酒店嘅簡潔線條同埋柔和燈光為參考，選用咗大尺寸灰色石材同埋鏡面玻璃，營造出寬敞而且具質感嘅沐浴空間。洗手盆櫃原本面向門口，易於中速時嘅視線交錯，之後將洗手盆櫃旋轉90度，使其面向浴室內部，形成內向嘅視覺焦點。呢個唔單止提升咗私密性，亦令浴室嘅視覺集中喺鏡面同埋沐浴區，增強空間嘅層次感。